歡迎翻嚟 Tony 睇樓團。Hello， 大家好，我係 Tony。嗱，喺成個大亞灣嘅房地產發展歷程裏邊咧，有一個屋苑咧可以講係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嗱，佢位於大亞灣嘅三大商圈嘅中心，行路10分鐘咧就可以翻到吳悅廣場，而且咧門口就有巴士站，有多路巴士咧可以直達深圳、惠陽同埋大亞灣各個地方，而且亦都有西湖七行巴士、愛心巴士、啟岸巴士，50分鐘就可以翻到蓮塘口岸。同時咧，離我哋嘅惠陽高鐵站咧，只需要15分鐘左右嘅車程。另外咧，2公里範圍之內咧有2間大醫院，分別係中大惠雅醫院啦，同埋係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另外咧，呢個屋苑咧設計咧超過65萬平方米嘅一個建築面積，綠化率咧達到75%以上，可以講係旺中帶靜。嗱，聽落係咪非常之吸引咧？但係咧收到發展商消息，現時呢個屋苑咧做特價促銷嘅，價單咧只需要6字頭起就可以買到吓，而且係現樓帶埋全屋嘅精裝修。嗱，到底係咩情況咧？接落嚟Tony咧同大家詳細去拆解一下嘅。嗱，我現時所企位置咧就位喺大亞灣嘅燦邦吳悅商圈啦。嗱，今日想同大家拆解嘅屋苑咧就位喺燦邦吳悅商圈嘅一個非常之奇葩嘅屋苑。冇錯啦，就係我身後嘅三院大愛城啦。嗱，呢個三院大愛城咧從2011年開始發展咧，到現時咧已經超過15年嘅時間噶啦。佢亦都見證咗咧成個大亞灣房地產行業嘅一個發展歷程嘅。嗱，我記得咧喺2011年嗰時間咧，成個大亞灣咧可以選擇嘅屋苑咧唔多嘅吓。咁尤其是咧呢種大屋苑吓，社區配套成熟、綠化比較靚嘅屋苑咧就少之又少啦。咁所以話咧嗰個時間咧，大愛城咧就深得市場嘅青睞啊。咁同時咧，今日呢個屋苑咧位於大亞灣嘅龍海2路上邊吓，呢條龍海2路，交通咧非常之便利嘅。嗱，門口咧有個巴士站吓，有多路巴士咧翻到惠陽啦，同埋大亞灣嘅深圳唔同嘅地方嘅。同時咧，亦都有西湖七行啦、愛心巴士啦、啟岸巴士咧，由呢度上車吓，直接翻到蓮塘口岸嘅。咁所以話咧，交通出行係非常之方便嘅。嗱，除此之外咧，現時呢個屋苑咧位於大亞灣嘅三大商圈嘅中心。嗱，事關咧左邊咧就係我哋嘅萬達商場啊，萬達廣場就喺呢個方向。由呢度過到去大概2公里咧，就係大亞灣人氣最旺嘅商場萬達廣場。另外呢度過到去咧，仲有一個咧翡翠山嘅益田假日廣場嘅。而喺佢嘅身後咧，就成個大亞灣咧最大嘅商場叫做吳悅廣場。由呢度行路過去吳悅廣場咧，只需要10分鐘嘅路程咧就可以到達噶啦。另外咧，佢嘅醫療配套亦都相當之成熟嘅。嗱，喺呢個吳悅廣場嘅方向過到去大概係5到10分鐘咧，就有一個咧大亞灣最大嘅醫院，就叫做中大惠雅醫院啦。另外咧呢度過到去15分鐘左右咧，仲有一個咧三甲醫院，就叫做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啦。綜觀嚟講啦，呢個屋苑啦，無論佢嘅交通配套、商業配套同埋醫療配套都相當之成熟。咁成熟嘅一個屋苑，照計應該賣得非常之好至啱嘅。點解咧？現時做特價促銷咧？帶住呢個問題咧，Tony 咧接落嚟嘅時間咧，即刻同你入去咧，詳細拆解一下呢個屋苑具體嘅情況。同時，我哋呢個頻道咧，主要介紹大灣區嘅買樓避坑經驗啦，同埋分享最新嘅樓市同埋生活資訊嘅。咁所以話咧，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咧，記得俾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喎。好啦，今日事不宜遲，我哋即刻去片。好啦，入到嚟內園啦。呢個屋苑咧非常之大吓，總設計咧超過65萬平方米嘅。而最令大家津津樂道嘅就係咧，佢呢個屋苑嘅綠化率相當之高吓。發展商標榜咧有75%以上嘅綠化率嘅。其實咧75咧有少少誇張吓，但係咧35%咧絕對係冇問題吓。以前大家鏡頭所見到呢個咧就係佢嘅1期啦。如果按照1期嚟計嘅話咧，佢呢個綠化率咧確實有75以上吓。同埋啲小溪啊、流水啊等等吓，好多啲造景嘅，同我哋嘅公園咧其實冇乜太大嘅差別吓。除此之外咧，佢嘅社區配套都非常之成熟吓，包括設計埋咧有會所啦、泳池啦、兒童樂園啦、網球場啊等等都有嘅吓。但係呢個屋苑咧，從2011年發展到現時咧，確實咧有少少老舊啦。事關咧現時咧，除咗我哋嘅泳池仲喺度營運當中咧，其他嘅配套咧基本上咧都已經係丟空咗噶啦吓。好嗱，再嚟到呢個位置啦，呢個係一個小橋嘅位置吓。其實真係唔錯吓，非常之安靜，綠化亦都非常之好吓。小橋流水吓 ，OK， 有蛙聲啦，有鳥叫啦咁樣嘅吓。呢個環境咧就好適合咧養老住家噶啦。另外咧，佢其實咧自身嘅配套咧都係成熟嘅。現時咧總共有3個門吓。
每個門樓下出到去咧，都係一啲商業配套啊，包括啲民生配套，譬如話早餐鋪啊、便利店啊、食肆啊、髮型屋啊、生活超市啊等等嘅嚇。咁所以話咧，其實咧住喺度嘅話咧，落樓去買嘢啊、去食嘢啊，無需行得太遠嚇，非常之方便。但其實佢發展到咁耐咧，咁啊其實相對嚟講，每一區都有佢嘅特色嘅。咁啊一期咧，相對嚟講咧，就望落咧就會比較咧老舊少少嚇。嗱咧外立面又好，包括埋佢嘅戶型間隔啊，都係比較老舊嘅。3期嗰啲咧就相對咧會現代少少，同埋咧現時賣緊嘅5期咧，亦都咧係比現時之前嘅一個期數咧都係會比較現代少少嘅。嗱好啦，今日之內嘅時間咧，即刻帶大家上去睇睇咧現時賣緊嘅戶型間隔，睇睇佢嘅裝修同埋景觀到底係點樣嘅。OK， 咁我哋轉頭見啦。好，上我哋示範單位啦。今日現時賣緊咧，主要集中喺23棟、24棟嚇。咁啊，現時咧2梯4伙嚇，咁啊總共有2個積嘅。嗱，鏡頭所見到呢個咧就01同埋04號戶型嘅126平方嘅4房2廳2廁南北通單位。跟住咧向南邊呢2伙咧就113平方嘅，同樣係4房，但係呢個係傳統樹釘設計嘅戶型。OK， 咁我哋首先睇一個咧最細嘅積嚇，113平方嘅。嗱，入到嚟咧見到就係佢客飯廳啦。嗱，呢個飯廳都唔細嚇，咁整體都有3米3嘅開間嚇，咁啊擺個6至8人位嘅餐台都綽綽有餘嚇。OK， 嗱飯廳後邊就係廚房啦。嗱啱先司徒同我講咧，今次做咗升級，我諗咗一下，咦升級喺邊個地方咧？嗱冇錯啦，就係呢個地方啦。嗱現時門咧全部換咗呢隻色嚇，灰色嘅，之前咧就紅框框啊，咁啊全部換晒噶啦已經。OK， 嗱咁啊所見即所得嚇，咁啊所有嘢都係交標。上廚櫃、下廚櫃、廚房2件套，全部都係配埋俾你噶啦。咁啊呢個廚房咧，望落都有2-3個人身位嚇。OK， 大星盤啦，跟住咧仲有一個工作平台添嘅嚇，都唔細喎呢個工作平台啊，擺洗衣機啊，擺啲嘢都冇問題啊。OK， 好，咁啊再睇睇客廳。嗱呢個客廳咧係真係好闊落嚇，事關佢有4米4.4米嘅一個闊度嚇，4.4米闊度，咁啊已經達到豪宅標準啦嚇。OK， 嗱咁啊呢個咧就電視背景牆嘅位置啦。嗱齋望落咧就有少少真係齋地啦，全部白牆為主嘅。咁啊雖然做咗一圈咁樣嘅天花，但望落比較齋嘅。OK， 跟住咧嗱呢個位擺翻張4至5人位嘅梳化，絕對係冇問題啦嚇。OK， 好，咁我哋睇睇呢個露台景啦。出到去咧，呢個露台就向南邊。嗱，現時23、24棟望出去咧，就望翻3期嘅園林。嗱，前面有個幼稚園嘅吓，咁啊後面咧就係3期嘅園林啦。包括埋呢度過到去咧就係1期嘅園林啦。其實咧1期同3期嘅園林咧係最靚仔嘅吓。呢度望出去仲可以望到少少泳池景添吓。啊，前面有會所嘅位置。OK， 好，咁啊入去睇睇睡房嘅間隔啦。好啦，今日喺我哋嘅飯廳後邊咧就係一間客廁吓，呢個客廁咧做分段式嘅呢個，鏡櫃、洗手盆全部都係跟埋俾你啦，馬桶啊、花灑水龍頭都有啦。OK， 呢啲係簡單嘅配置吓，咁啊可以做到乾濕分離，但係咧就冇加冧咗屏嘅，咁啊需要大家後期加一加啦。呢個企缸位其實都係算闊落吓，2-3個人身位嘅。OK， 睇睇房啦。嗱，過到嚟第一間客房嚇，咁啊嗱，房嘅門咧亦都換咗呢種灰色嘅一個門啦嚇，咁啊正式咧睇落咧好過紅框框啦，係咪先？紅當當咧確實咧有少少亮亮地嚇。好，嗱呢間房咧都唔細啊，咁啊擺翻張米半床啊，做翻衣櫃啊都冇問題啊。OK， 仲有個飄窗台添。望出去景觀咧，同我哋啱先露台景其實差唔多噶啦。OK， 好，對面咧就有間細細啲客房啊，比我哋啱先南面嗰個細細啲，咁但係咧擺米半床呢度做翻衣櫃都夠位嘅。好，再過到嚟呢個位，咁右手邊呢個咧就係陽光房啦。嗱呢個陽光房咧未有封窗嘅吓，咁需要大家後期封一封窗啊，兩邊採光嘅。咁正中望出去咧就望翻1期嘅園林啦，前面望到咧就係佢嘅內園泳池，呢個就係會所嘅位置，呢個位置呢個可以講係樓王單位吓，但其實望落去真係1期嘅園林咧就靚仔好多，直通嘅，基本上就冇乜遮擋啦。呢個位置望出去景觀就開揚好多啊。
前面就萬達方向啊，呢個就係泰豐木馬湖嘅地方，咁所以話咧係好比較中心嘅位置嚇。好，今日再睇睇主人房啦。OK， 今日再睇睇呢個套廁啦。嗱，呢個套廁咧，同樣我覺得有少少唔係咁合理嘅地方。嗱，鏡櫃啊、洗手盆啊、馬桶同埋淋浴區就呢個位置。但係你冇發覺咧，呢個淋浴區咧，嗱，你咁樣做乾濕分離咧，又確實咧又唔係咁好用啊。做鑽石型咧細細地，咁跟住將馬桶擺喺呢個位置嚇。OK， 擺呢個位置其實咧就對住門口㗎，唔知大家介唔介意啦。OK， 咁啊呢個淋浴區如果加個淋浴瓶咧，就細細啲比較逼夾少少嘅。好，咁我再睇睇呢個睡房啦嚇，睇睇呢個睡房。嗱，呢個位置咧就都闊落嘅，擺翻張米半床嚇，跟住呢度咧做翻衣櫃，其實都冇問題㗎。OK， 嗱又同樣有個飄窗台啊。咁啊呢度望出去景觀咧，同我哋啱先露台景係一樣嘅，基本上啊。好啦，嗱呢個咧就係現時大愛城賣緊嘅113平方嘅4房2廳2廁啊。咁啊整體嚟講咧，佢呢個裝修咧唔算話認真豪華，我覺得咧只能算係一個普通裝修嚇，就唔算話精裝修嚇。咁但係咧睇翻佢嘅用料咧，其實都算過得去啊。唔會話好差啦，咁啊屬於係一個中規中矩嘅一個用料同埋水平啦。好，咁啊隔離咧仲有一個126平方嘅4房2廳2廁南北通單位嘅，咁我哋順手同大家睇埋嚇。OK， 嗱呢個126平方係一個獨門獨戶設計嘅戶型啊，入去望望裏邊，後邊同樣係126平方嘅。嗱入到嚟咧，呢個就係佢嘅客廳位置嚇，整體客廳嘅開間咧就4.35米啊，比我哋啱先我仲要細少少嚇。OK， 嗱咁所有嘢咧同我哋啱先見到嘅校標係其實一模一樣噶啦。嗱，廚房啊，跟住門啊、地板啊，所有嘢 kick 啦都係咁樣嘅。咁啊呢個廚房咧就冇工作平台，咁但係咧佢個位置咧就都闊落嘅嚇，咁啊可以擺個雙開門雪櫃啊，跟住過到嚟啊，櫥櫃啊，所有嘢全部做好晒啦嚇。呢個都有2-3個人身位啊。出到嚟就係飯廳啦。開間係3.1米嘅嚇，咁啊擺個6人位嘅餐台咧，其實都綽綽有餘啦，可以咁講嚇。咁啊唯獨是有少少唔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嗰個窗口咧對出咧中間呢個位置有少少暗啊，少翻比隔離嗰個單位咧就遮咗少少光嚇，咁啊所以望出咧只能夠樓望樓，同埋喺中間呢個天井位，所以整體呢個飯廳嘅採光有少少暗嚇，呢個係一個遺憾嘅地方啦。OK， 睇睇裏邊啦。客廁亦都係咧分區嚇，分段式設計。咁但係咧呢個企缸位咧就闊落好多嚇，嗱2廁向北邊。好，再睇睇房啦。嗱咁啊又入到嚟咧右手邊第一間客房啦。咁啊呢間客房其實係闊落嘅。嗱咁啊呢個採光咧比起我哋啱先嗰度咧就好少少啦。咁啊視翻呢度透出去咧，都係有條罅採光得到㗎。都可以採光嘅，但係咧同樣咧，俾右手邊呢個位置咧，隔離單位咧遮住咗啊，咁所以咧有少少暗嚇，裏邊有少少暗，外邊咧稍微好少少。再睇翻呢個北邊第二間客房，嗱呢間客房咧就好好多嚇，完全無遮擋，而且又比較闊落，擺翻米八床，三邊落都夠位。咁啊景觀咧亦都比較開揚啊，視翻望出去咧嗱。最遠嘅地方就亞公頂森林公園，跟住過到嚟星河丹堤。前面最近咧就係我哋嘅福利房啊，就叫做海惠花園啦。嗱，海惠花園咧呢個位置咧有一條商業街啊，咁啊好多啲民生配套，好多食肆啊，包括埋咧超市啊、生活超市啊等等啊，甚至乎室外街市都有啊。OK， 咁所以話咧，平時去食嘢、去買餸都好方便噶。咁啊，由我哋屋苑落樓行過去咧，大概係10分鐘就可以到達噶啦。OK， 嗱，跟住右手邊就係我哋嘅蝴蝶廣場啦。咁啊，望河景啊、望山景都可以望到嘅嚇。好，今日再睇睇裏邊。嗱，對面咧係一間書房嚟嘅嚇。咁啊，齋睇呢個書房咧就唔算話好闊落嚇，中規中矩。但係咧嗱，見到嘛，呢度有埲牆。嗱，呢埲牆咧其實係可以剝咗佢嚇，OK 就剝到呢個柱嘅位置嚇，成埲牆可以剝咗佢嘅。如果剝咗佢嘅話咧，咁啊成間書房褪翻出去咧，封埋窗咧，咁啊成個深度咧有4.7米嘅嚇，非常之誇張嚇。嗱，我見過咧有業主咧嚇，香港業主咧係咁樣操作嚇。OK， 嗱出去陽光房望一望，
嗱，呢個陽光房啊，兩面採光啊，後期咧封一封窗嚇，駁埋呢個牆咧，成間書房咧就真係好闊落啦。除此之外咧，佢景觀亦都非常之開揚嚇。嗱，呢度望出去咧，就正正望翻我哋大亞灣嘅吳越廣場嘅方向啦。嗱，前面呢個咧就吳越廣場啦。所以話咧，呢度離吳越廣場係非常之近嘅。從我哋北門出到去咧，向右手行嚇，大概行10分鐘咧，就可以翻到我哋嘅吳越廣場嚇。講緊行路喎嚇 ，OK。嗱，一排過到去啊，非常之旺。咁企喺呢度嘅話咧，咁啊晚黑都可以睇到成個吳越廣場嘅一個街燈啊、夜景啊等等嚇，相當之有感覺嚇，非常之熱鬧嘅一個夜景嚇。咁啊，除此之外咧，後邊咧仲有山喎嚇，冇錯啦。咁啊，後邊咧就係獅子山啦。咁啊，現時咧獅子山公園咧已經係整好咗啦，亦都開放咗咧俾市民使用噶啦。OK。嗱，再近翻少少咧，咁啊樓下咧就係我哋嘅淡澳河喎。咁啊，淡澳河公園咧現時都整理好噶啦。咁啊，兩邊咧有啲綠道啦，或者叫做係棧道啦等等嘅嚇。咁啊，一路咧沿住淡澳河咧，咁啊可以欣賞兩邊嘅景觀嚇。咁啊，前面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嘅另外一個屋苑，就叫做公園上城啦。公園上城咧門口咧同樣係個公園，就叫做藝術體育公園啦。咁啊，有好多啲康樂設施啦，平時俾啲市民咧去休閒啊、運動啊等等嘅嚇。OK， 好，咁啊再睇翻呢個位啦。咁啊呢個位望出去咧就係望翻我哋3期嘅內園啦。嗱，咁啊3期嘅內園咧整體嚟講咧都係算比較唔錯嚇，綠化都比較好嘅。OK， 咁我哋睇睇主人房啦。嗱，出到去右手邊呢個咧就係主人房啦。咁啊首先見到呢個套廁嚇，咁啊呢個套廁咧同樣係做咗乾濕分離嚇。嗱，淋浴區咧望落亦都有大概2個人身位嚇，咁啊有個非常之靚嘅近落地玻璃窗，所以話採光其實都唔錯嚇。OK， 睇睇呢個睡房。嗱，呢個睡房咧首先見到啦，近落地玻璃窗向北邊，咁啊望出去景觀咧同我哋露台景差唔多嚇，同樣望翻亞公頂啦，望翻我哋星河單堤嘅方向，以及可以望到咧淡澳河公園嘅一個景觀嚇，河景為主，山景為主啦，高樓層嘅話嚇。OK， 嗱，咁啊再過到嚟呢度位置咧有個飄窗台啊。嗱，呢個飄窗台咧就冇乜邊邊角角喎嚇，其實咧可以利用翻做翻榻榻米嚇。如果你想係裏邊嘅空間更加闊落嘅話咧，可以做翻榻榻米。如果你唔做榻榻米嘅話咧，咁啊現時咧擺翻張2米床，其實都係完全冇問題嚇。跟住都仲可以做翻衣櫃添嘅。嗱，咁啊如果做休閒區嘅話，呢度可以做翻立櫃啦咁樣嚇。OK， 咁整體嚟講咧，呢個主人房咧其實真係好闊落嘅嚇。好。嗱，咁啊門咧就換翻呢種灰色噶啦嚇，咁啊現時所有嘅門就變翻灰色，就唔係以前嗰種好似咁樣嘅紅色啦嚇。所以話咧，啲銷售話升級咧就升級喺呢個位置啦。好啦，咁啊呢個咧就現時大愛城咧賣緊嘅主力嘅2個戶型。嗱，咁啊接落嚟時間咧落去同大家總結翻咧大愛城最新嘅銷售方案。OK， 咁我哋轉頭見啦。好啦，觀眾咁睇完我哋嘅示範單位咧，再同大家總結一下呢個大愛城啦。循例我哋都分2 part 同大家介紹一下。咁首先睇翻佢呢個最新嘅銷售方案先。嗱，現時大愛城賣緊咧，主力係23棟同埋24棟。嗱，戶型咧總共有2個嚇，分別係113平方啦，同埋126平方嘅4房單位。OK， 113咧係傳統豎廳，126咧係南北通單位，同樣都係4房。咁啊現時咧發展商送裝修嚇，現樓送裝修。咁啊，除此之外咧，佢亦都攞出一啲咧保留單位咧做特價促銷嚇。咁啊，現時咧最平嘅價單咧，只需要6988蚊起就可以買到嚇6988。嗱，除咗特價房之外咧，佢嘅正常價單咧都去到咧8001蚊啦，到係9800蚊呢個幅度嚇。咁啊，睇翻唔同嘅戶型、唔同嘅樓層嚇，有少少唔同。咁啊，現時咧港人朋友咧需要俾到1.1成嘅首期嚇。咁啊，月供咧大概係2006蚊鬆啲嚇。OK， 嗱呢個咧就係現時大愛城最新嘅銷售方案啦。好啦，今日再睇翻第2 part 佢嘅優缺點分析啦。咁啊，首先咧佢優點非常之明顯嚇。咁我哋啱先片頭都講到啦，佢呢個屋苑咧可以講係戰陣大亞灣房地產嘅天時地利人和嚇。咁啊，佢係最早期嘅一個屋苑嚇，而且係非常之中心嘅一個屋苑嚇。但係咧，你望翻咧，從2012年發展咧，到現時2026年咧，所有發展嘅戶型啊，同埋係間隔啊、風格啊，其實咧冇太大嘅變化嚇。其實已經越嚟越滿足唔到咧市場對而家呢啲新型屋苑嘅一個追求啦嚇。咁啊，基本上嘅戶型咧都係比較老舊，可以咁講嚇。咁啊，唔係咁現代啦。咁所以話咧，其實咧
亦都咧勸退咗一部分我哋嘅買家嘅嚇。OK， 嗱再睇翻佢嘅位置啦。嗱佢嘅位置咧唔使講咧，亦都非常之靚仔啦。咁啊，位於大亞灣嘅三大商圈中心嚇，前面就係我哋嘅龍海二路嚇。龍海二路咧係一條交通大動脈，向東翻到中心區同埋十里銀灘，向西就翻到深圳。OK， 而且咧四通八達，15分鐘可以翻到我哋惠陽高鐵站，跟住咧大概20零分鐘就翻到沙田地鐵站，又近住我哋嘅惠深沿海高速澳頭收費站。過到澳頭收費站咧10分鐘嘅路程，所以話咧揸車翻深圳係非常之方便，係嘛？咁啊門口咧亦都有巴士站嚇，有多個巴士咧可以直達咧我哋大亞灣啊、惠陽啊，甚至深圳各個地方嚇。亦都有咧西湖七行巴士、愛心巴士同埋啟運巴士，由嗰度上車咧50分鐘就可以翻到蓮塘口岸嚇。咁所以話咧交通出行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優勢嚇。咁啊再睇翻佢商業啦嚇，咁啊三大中心唔使講啦嚇。大亞灣嘅吳悅廣場、萬達廣場、益田假日廣場都係佢呢個屋苑2公里範圍之內，咁所以話咧真係配套非常之成熟，無論你去行街睇、食飯 shopping 都非常之方便。咁啊，另外醫療配套亦都係非常成熟啦嚇，咁啊近住我哋嘅中大維雅醫院，近住我哋嘅惠州市第6人民醫院嚇三甲醫院，咁所以話咧，綜觀嚟睇咧，呢幾個優點係非常之明顯嘅，同埋佢最大嘅優勢咧就係佢個綠化非常之唔錯嚇。咁所以話咧，呢個屋苑其實佢嘅整體優點係非常之多嘅。咁啊，但係咧佢嘅缺點亦都非常之明顯嚇。咁啊，缺點除咗我哋啱先所講到嘅，佢嘅戶型咧比較老舊啦嚇。咁啊，基本上咧成15年咧都冇乜太大嘅一個改進嚇。咁所以咧就有少少老舊嚇，戶型間隔比較老舊啲嘅，同埋佢裝修用料啊，咁啊一直都會延續翻咧之前嘅裝修標準嚇，紅當當嘅門啦，成個屋苑佢嘅外立面啊等等咧。其實亦都係比較老舊嚇，亦都冇乜太新潮新穎嘅一個風格啦。咁所以咧，好多人朋友咧過到嚟睇樓咧，覺得咦係咪入咗嚟一個老舊嘅一個屋苑啊？同埋佢嘅物業管理咧，雖然平平地嚇個零銀錢嘅一個物業管理嚇，咁但係咧其實佢嘅物業質素咧可以講咧唔係咁好嚇。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咧，佢現時呢個戶型咧基本上以大積為主嚇，咁啊最細嘅積咧都要去到113平方啦。到126平方噶啦，咁啊整體嚟講咧，佢其實佢嘅銀碼咧相對嚟講會有少少高嘅。除咗啱先我哋所講到嘅特價房之外咧，其實佢整體均價咧都係8000零蚊啦，到係9800蚊呢個幅度啊。咁啊，其實呢個幅度咧放喺成個大亞灣中心咧，唔算話相當之貴，但係咧其實咧亦都冇太大嘅競爭力。事關呢個價錢咧，比佢好嘅其實仲有好多嚇，包括埋我哋同區嘅碧桂園城嘅印象啦。咁啊，整體嘅質素咧，無論佢內園啊、裝修啊各方面咧，都係比佢高端好多嚇。咁所以話咧，咁啊亦都勸退咗一部分嘅買樓人士啦。咁啊，另外咧，咁啊仲有一個咧，泰豐木馬湖，其實佢嘅價錢咧，同佢亦都係差唔多嚇。嗱，泰豐木馬湖咧，雖然賣緊有樓花同埋有現樓啦，咁啊，但係咧，其實咧，佢整體嘅內園啊、位置啊，比起我哋嘅大愛城咧，其實係好好多嘅。咁啊，價錢咧其實係相差唔係好大嘅啫。咁所以咧，亦都咧喺呢度咧，亦都勸退咗一部分嘅買樓人士啦。嗱，總結嚟講咧，大愛城咧係比較適合咧，你預算有限嚇，咁啊又想喺大亞灣咧買翻一個咧平平地愛嚟退休啊、養老自住嘅一個屋苑，或者咧平時過嚟島度假啊比較高性價比嘅一個屋苑咧。大愛城咧現時嘅價單咧已經係回復翻一個比較合理嘅一個水平嚇。OK， 咁大概咧總價咧70零萬咧就可以攞低一個咧3房嘅精裝現樓嚇。咁啊擺喺成個同區嚟講咧，其實咧係有吸引力嘅嚇。當然啦，每個樓盤咧都有優點同埋缺點嘅嚇。咁啊睇翻你咧點樣去追求你所關注嘅嘢啦嚇。OK， 嗱好啦，今日大愛城咧今日就介紹到呢度啦。咁啊，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唔清楚嘅地方咧，亦都歡迎加下 Tony 嘅微信啦，或者 WhatsApp 咧了解翻嘅。嗱咁啊，如果你想過嚟睇樓嘅話咧，亦都歡迎致電 Tony 24小時服務熱線69409523咧預約過嚟睇樓嘅。嗱咁我哋睇樓咧就免費專車接送嘅，亦都唔收團購費嘅。買新樓揾 Tony 咧仲有額外優惠噶。好啦，咁我哋今期節目先到呢度，咁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